怎么会是小的下药杀了舒大人呢？你还敢狡辩？本官已经问得清清楚楚，李太医开的药方中根本就没有辽山参。药铺的伙计也已经证实，今天下午你确实去买过这种药。驿馆的人也看到你夜晚之时悄悄进过厨房。大人饶命！大人，小的是看着舒大人近日身子虚弱，想帮他进补。小的也不知道这补药居然还会杀人呢。到了现在你还敢抵赖，真的以为本官好欺骗是吧？你一个小小的驿丞，怎么会有胆子谋杀朝廷命官？肯定是有幕后主使。你最好从实给我招来，说不定我还能留你一命。回禀大人，小的冤枉。小的在药里面确实放了辽山参，但舒大人却非死于小人之手。今晚，小的端着药碗去给舒大人送药。石青红，原来是你！真正的凶手跟小人一样，是用辽山参杀人。小的听见舒大人在临死之前亲口喊出了真凶的名字，就是石青红。混账！你血口喷人！钦差大人，卑职今天晚上一直在二公子房间陪二公子下棋，这一点，二公子可以为卑职作证。不错，钦差大人，今晚石青红一直在我屋里与我对弈，直到听到舒大人身故的消息，我们俩才一起出来。钦差大人，此事非同小可。石青红是卑职的人，此事可是牵涉到平西王府的清誉。我父王历来是效忠朝廷，效忠皇上。我吴应奇也是深受我父王的教诲，对朝廷对皇上，那是忠心不二。还望钦差大人明察。二公子请坐吧，这点本官自有主张。石青红，你既是整晚都与二公子待在一起，那可有别人作证啊？房中并无他人。房间既无他人，那谁知道你是不是在包庇他呢？这位姑娘，似乎对吴某有些敌意。休得无礼！这平西王乃是国之栋梁，朝中良臣，不可无端猜测。倒是你驿丞，你虽已承认有杀人的动机，可究竟是谁指使你这么干？无人指使，是小的与舒大人有私人恩怨。舒大人官拜三品，你一介小小驿丞，恐怕连给舒大人提鞋都轮不上，何来私人恩怨之说呀？不瞒大人，舒大人曾经因为小事给了小的一马鞭，小的就此怀恨在心。但舒大人确实不是小的杀的，还望大人好好审问石青红。够了！我平西王府与你素昧平生，你为何硬要将这屎盆子扣在我平西王府头上？小的确实亲耳听见舒大人临死的时候说的是你的名字，小人没有撒谎。你石青红，不得鲁莽。钦差大人自有公道。驿丞，你本就是一个小小的驿丞，哪有胆子谋害朝廷命官？你最好老老实实的说出你的幕后主使，要不然的话，很可能会罪加一等，连累你的家人。大人，小的是受人所指，可小的不能告诉你，否则小的家人就都没命了。小的有罪，可他们是无辜的。大人，就让小的以死谢罪吧。他舌下藏了见血封喉的毒药，见势不妙，便咬破蜡丸自尽了。今天晚上我看见的人是驿丞，
但是抢在驿城前面的是石青红。看来想对舒剑不利的，应该有3路人马。主子，李太医也在啊。一嫔娘娘悲伤过度，我来给娘娘诊脉，开一些疏散之药。婉心啊，你不要太过伤心了。你爹虽然去了，但是我会照顾你一辈子的。至于你爹的后事，你要是有什么想法，就尽管提出来。臣妾是没侥幸，一切但凭主子裁夺。行，那我决定明日一早就护送你爹的灵柩回太原府。虽然这宫里规定，这后宫的嫔妃不能因为娘家的丧事披麻戴孝，但是这是宫外，朕特许你穿素衣，以尽孝道。等回了宫以后，朕再追封你爹为从一品，以慰你爹的在天之灵。谢主子隆恩。哎，龙小弟，你可得为娘娘的爹报仇才是。这个驿城说的石青红，可是吴应琪身边的贴身侍卫。小声点，小心隔墙有耳。哦，我也怀疑这个人是吴三桂，只是此人极其奸诈狡猾，很有可能在鳌拜身边埋伏了奸细。说不定他送出金钥匙以后，才知道金钥匙的底细，再派人追回也是极有可能的。只不过吴三桂兵强马壮，雄霸一方，我暂时不想打草惊蛇。哦，怪不得主子要替他敷衍过去呢。这鳌拜的余党和吴三桂，都是我的心头大患。可是这重症不可用奇药啊。主子，这舒总兵之死，还有山西的贪腐窝案，可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查清楚的。这为了安全起见，不如主子您早些回京吧，然后由奴才陪着丽嫔娘娘一起护送舒总兵的灵柩返乡，可好啊？索大人所言极是，主子还是早点回京吧。行了，我知道你们担心我的安危，但是这次出宫以来，所见到的事情简直闻所未闻。纸上得来终觉浅，我还是想在这山西多待几天，多体察一下民情。可是主子，现在这情况实在是太复杂了，这万一出现什么意外，奴才怕是担当不起啊。身为天子，最大的威胁不是一些宵小之徒的暗杀，而是没有能力治理好这个国家，让百姓天天盼着你死。我不可能一辈子都待在深宫里面，仅凭折子来治理天下。虽然在这儿体察民情会冒一些风险，但是既是值得，也是应当。龙小弟，说得好，我支持你。以后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，我这个老大都会拼命保护你的。反正龙小弟说过啊，大清吹牛不上税嘛。老大，你虽然力有不逮，但其心可嘉。你这份计我领了。主子，通宵审案，这天都快亮了，主子还是早点休息吧，保重龙体要紧。我哪还睡得着啊？天一亮，我们就出发吧。这，钦差大人，今天一早，石青红就去了那个驿城的家，听其邻居讲，就在前几日，巡抚衙门的捕头在其家搜出一箱赃银，目前他的妻儿老小全都入狱了。本钦差明白了，多谢二公子。钦差大人，我无视父子，无论是对皇上还是对朝廷，那都是忠心不二。还望钦差大人回到宫中，在皇上面前多多美言。那是自然，只不过这未被盗的永历帝遗物，就有劳二公子继续送往京城。咱们就此别过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大人，请上马。撤！倩影姑娘，不如趁着清晨天气稍凉，我们上路吧。好。
这钦差大人叫龙三，这满朝的官员之中，哪儿来的这号人物啊？这龙大人一行十分低调，一直身着便衣，从不惊动地方官府。一入驿馆，便屏退左右，要与书剑密谈。书剑因伤，未说几句便昏迷过去。驿丞原想在夜里投毒，结果了书剑，可没想到被平西王府的人抢了先。龙大人不敢得罪平西王，所以就把责任全都推给了驿丞，逼着他说出幕后的主使。哼，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？啊！本来这书剑御赐与我们没有一文钱的关系呀。本想着这次可以除却我这眼中钉，现在可倒好，这屎盆子全都扣到咱们自己脑袋上了。大人，驿丞知道自己把事情办砸了，怕连累妻儿老小，已经服毒自尽，并未公诸大人。我告诉你，若是此事深查的话，那还查不出来这驿丞的一家老小是咱们抓的。这龙大人一看还不明白，现在急也没什么用了。依我看呢，咱们只能是一口咬定，这驿丞的妻儿老小是窝藏赃款，咱们是秉公办案，只要不让这个钦差找到证据证明书剑的死跟驿丞有关，那他就根本奈何不了咱们。但愿吧，但愿这个钦差大臣跟以往是一样的，是一个懂规矩、好说话的。这吴应奇的反应还挺快，他连夜派石青红去这个驿丞家里查探。据他的意思，这个驿丞应该是受了山西巡抚刘德昭的胁迫，所以才会铤而走险，毒害书剑。主子，你可千万不能相信吴应奇的话，这事儿分明是吴三桂跟刘德昭两路人马都想刺杀舒总兵。这刘德昭想杀舒总兵，肯定是认为舒总兵手里有他的什么把柄，而劫走金钥匙刺杀舒总兵的人，肯定就是吴三桂那批人马了。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龙小弟，你一会儿别骑马了，骑马太辛苦，你还是上车来吧。那可不行，我现在的身份是钦差大人，怎么可以跟丽嫔同坐一辆马车呢？再说了，这驿馆的风声闹得那么大，肯定已经传出去了。要是我的身份也暴露的话，那可就真的危险了。这驿馆的风声闹得这么大，肯定已经传出去了。要是我的身份也暴露的话，那可就真危险了。是啊，主子。哎，主子，您先喝口水吧。要不一会儿到了前面的集市，咱们再给您买辆马车。不用了，相比正在挨饿、流离失所的百姓，我这点苦算得了什么？拿去喝吧。大人，卑职还探听到一个重要情况，与龙大人同行的还有一个年轻神秘的女子，一直戴着面纱，深居简出，闲杂人等一律不能靠近，就连钦差大人都对她礼遇有加。哦，连钦差大人都对她礼遇有加，这么说的话，这个女人的身份比钦差还尊贵了。是了，这个女人就是舒剑的独生女儿舒婉心。舒婉心？大人，舒婉心不是前几个月选秀进宫了吗？我听说这个舒婉心刚一进宫，就得到了皇上的圣宠，先是被封为了丽人，很快又被加封了丽嫔，现在她入主永和宫啊。所以说呀，这个龙大人对她礼敬有加，那也是说得通的。可依大清律令，后宫嫔妃若非伴驾，不得离京，违令者死罪。大清的律例是死的，但这个人是活的。这个皇上对这个舒剑是宠爱有加，皇上见他危在旦夕，让龙大人悄悄地护送这个丽嫔出京看他的父亲，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的。大人，舒剑的灵柩已被钦差大人他们护送回太原安葬，届时
卑职以吊唁为名，亲自到舒府去查探，探清这个女子的身份究竟是不是舒婉欣。这个舒婉欣我虽然是没见过，但听别人提起过。听说这丫头外柔内刚，极有主见。她既然知道我们跟她爹是死对头，那现在舒剑死了，她会跟咱们善罢甘休吗？她必定会逼着龙大人彻查舒剑之死，咱们再使银子，只怕就不灵了。那咱们就一不做二不休。这个丽嫔娘娘看见自己的父亲惨死，由于哀伤过度，想消玉殒，也不是不可以的嘛。大人，这丽嫔娘娘不过一介弱女子，就算她再恨大人，这后宫不能干政，她也不能把大人怎么样。大人何必要冒这个风险呢？我的孟护卫啊，你乃是一个江湖中人，所以说呢，这后宫之中权势的奥妙不是很明白。我告诉你，后宫之中女人最大的机遇，那就是母凭子贵。你说现在皇上这么宠幸着丽嫔娘娘，她早晚会为皇上生下一个皇子的。到那个时候，那丽嫔娘娘能放过我们吗？能不报复我们吗？所以啊，我们现在要尽早的除掉她。说得对，姐夫。斩草必须除根。趁着舒剑死了，舒府上下现在人心惶惶，我可以趁机收买他几个下人，将来无论咱们想干什么，那都有个准备，不是？婉欣，婉欣，真的是你回来了吗？有没有人呢？喂，开门呢！放我出去！有没有人呢？喂，有没有人呢？切，放我出去！还想出去？放我出去！快别哭喊了，咱们这庄园啊，地处郊外，整个庄园有上百亩地，都是咱们老爷的。你就算喊破喉咙也是无用。喂，你们老爷是谁啊？为何这样强抢民女？我们老爷姓裘，叫裘贵。裘贵？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？我们老爷乃是这山西商会的会长，是太原府的第一大粮商。去年，老爷的姐姐嫁给了巡抚大人，深受巡抚大人的宠爱。你说，你还能上哪儿喊冤去？哦，原来这个裘贵就是刘德昭的人。刘德昭是我爹爹的死对头，还好我刚才晕过去了，不曾说出自己的身份，不然不仅会连累我爹，而且还会被重新送进宫去，那样我就再也见不到我的孟哥哥了。姑娘，不瞒你说啊，我们也都是被裘老爷连哄带骗，甚至变相强抢来的。这刚一来啊，也是这样又哭又闹的。可是时间久了，慢慢的也就接受现实了。唉，你说现在这荒年，能活下来就不错了，哪里还敢奢求更多啊？姑娘，不如你就老老实实的在这府里住下来，老爷自会好吃好喝的养着你，岂不是比你在外面颠沛流离、忍饥挨饿的好？多谢姐姐开导，只是不知道这裘老板把我掳来要做什么呀？是要让我为奴为婢吗？姑娘生得如此美貌，老爷怎么舍得让你为奴为婢呀？不过这老爷的姐姐怀了身孕，这多半啊是要把你献给巡抚大人。献给巡抚大人？可是，那裘老板就不怕我跟他的姐姐争宠啊？不瞒姑娘，
如今夫人有了身孕，不能侍奉巡抚大人，老爷把自己的人献给大人以填补空位，总比大人自己另纳新欢的好吧？姑娘，你就别哭闹了，只要你乖巧听话，肯配合，老爷一定会好好对你的。你这不就终身有靠了？刘德昭没见过我的面，不会认出我是他死对头舒剑的女儿。等我进了刘府，然后一摊琵琶，孟哥哥一定会来救我的。谢谢姐姐，我听你的劝，我会听裘老板的话，好好服侍巡抚大人的。这就对了，咱们女人嫁谁不是嫁？能嫁给巡抚大人，已经是天大的福分了。哎，对了，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姓万，叫万苏。万苏，好，那姑娘你先坐下，我们吃点东西吧。索图说，李氏兄妹倒是没什么异常的举动，对皇上也算是忠心呢。不过呢，这舒剑呢，居然在皇上的眼皮底下被人害死了。皇祖母，这暗杀舒剑的幕后主使，不只有刘德昭，还牵涉到吴三桂。那皇上此行岂不是危险了？您还是劝劝皇上，让他赶紧回京，不要再去太原了吧。来不及了，皇上此刻恐怕是已经到了太原府了。这钱不够。老板，能不能多给点啊？半壶不错了，这点钱明天半壶都买不了。你行行好吧。给他半壶。老板，你这钱不够。太原不是山西的首府吗？怎么这么萧条啊？全指着这点粮食了。给他，给他。谢谢，谢谢老板。老板，行行好吧。有钱没钱？没钱滚蛋。老板，我已经5天没吃东西了。怎么买啊你？大姐，请问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呀？买米啊。谢谢。买米？这城中只有这一家粮铺吗？为什么要排这么长的队伍啊？这位小兄弟啊，您是过路的外地人吗？难道您不知道这里遭遇了几10年不遇的旱灾？这个当然知道，只不过这朝廷不是已经调拨了赈灾粮吗？你们都没有领到吗？你还说朝廷的赈灾粮，我们一粒都没见到，只看到这米铺的米价，倒是翻了翻的往上翻跟头。吃不起饭了。老板，这儿的米怎么卖啊？你们那边不是有告示吗？自己看去。还要涨价呀？半壶，给他半壶。好嘞，半壶，后面跟上。买不买去？是啊，饭都吃不起了。后面跟上，给他半壶。行了，走吧。你卖每斗2000钱。下一个。哎，接着点儿。老大，你什么时候下来？你以前跑江湖的时候，这米卖什么价格？那要看是丰年还是小年了。如果是丰年的话，1升差不多每升约10到12钱，1斗是10升，所以差不多就是100到120。但如果是小年的话，收成不好，那价格会翻1倍，差不多每斗200到240钱。龙小弟，你知道2000钱意味着什么吗？不强。若在以往啊，能买头猪了。不行，走。主子，你先别着急啊，咱们还是先办完舒总兵的事儿吧。走，要买赶快啊！今天又不是这价了，快点啊！
老奴参见丽嫔娘娘。嬷嬷免礼。娘娘可要节哀，娘娘比之前在家里清瘦了许多，下巴都尖了。娘娘在宫里享年亲人，茶不思饭不想的，所以啊，自然是清瘦了许多。哦，是不是在宫里饭菜不合娘娘口味？娘娘小时候最喜欢吃奴婢做的羊乳蒸糕了，奴婢刚刚为娘娘做了些。啊，嬷嬷有心，只是本宫现在什么都吃不下。哎呦，这可不行，老爷现在不在了，娘娘更要保重身子。娘娘小时候不开心，不肯吃饭，但凡闻到老奴做的羊乳蒸糕，就会胃口大开。娘娘，来，您闻闻。啊，先拿开走，先拿开吧。娘娘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您之前最喜欢的味道，怎么现在一闻就想吐啊？我现在不喜欢这个味道。娘娘是不是现在嫌弃老奴了？来来。知道了吗？好，老奴明白，老奴明白。娘娘，您好生养养身子，奴才先告退了。可算把他打发走了。一欢，你刚才跟他说什么了呀？我跟他说，你怀了楼种，而且这舒大人死得蹊跷，后宫嫔妃又争宠争得厉害，所以这事儿千万不能透露给别人。你这个小丫头，撒这种谎你还不害臊啊你？那怎么办呀？你看他在那一直唠唠叨叨的，我要不说这些，他能走吗？哎，不过徐姐姐，如果以后你再嫌他们的饮食不合胃口的话，就不怕别人看出来了。那倒是。可是这府上都是舒府的老人，该不会被看出什么破绽吧？舒剑已死，你的危机就解除了。而且这府里都是下人，即使你露出什么破绽，他们也不敢对你的身份提出质疑的，放心吧。主子，整个书房已经翻了几遍了，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。主子，您瞧瞧，这些文稿，新的旧的，这样混杂在一起，这说明我们来之前已经被人翻弄过了。看来这舒府的下人也被刘德章买通了，书剑留下的文稿都已经被清理过。主子要不要会一会以刘德昭为首的山西官员们？万万不可！主子，您要顾着自己的安危啊！我看不如等舒总兵下葬以后，咱们就赶快回京得了。就算我不会他们，他们也应该会来见见我这个钦差大臣吧？主子，各路山西官员前来吊唁，为首的有按察使大人和布政使大人，还有山西巡抚刘德昭的护卫孟祥和。看看，我所料不错吧？走吧，出去会会他们。主子，那您可千万小心点，别让他们看出破绽来。放心吧，我刚亲政不久，这帮山西的地方官员还没见过我。是。参见丽嫔娘娘，免礼。谢娘娘。
启禀娘娘，刘大人经闻舒大人噩耗，心情十分悲痛，本想立即赶来，却因太原府所辖诸县旱情升级，大人忙于政务，无暇亲自前来祭奠，故先派我等前来吊唁，并来向娘娘请安，请娘娘节哀。皇上破例恩准本宫回乡葬父，此乃皇恩浩荡，本宫感恩不尽。但此事不宜声张，也不便劳烦诸位大人，还请诸位大人代本宫向刘大人致谢。刘大人与家父同僚数十载，感谢他对家父的关照。在下一定将娘娘的话如实禀报刘大人。见过钦差大人。诸位同僚免礼。龙大人奉旨前来查办舒大人遇刺一案，刘大人托下官转告龙大人，我等山西地方官员将全力协助龙大人查案，若有需要之处，敬请吩咐。那就多谢刘大人和诸位同僚了。看来咱们的一举一动，果然尽在刘德昭的掌握之中。这刘德昭的架子够大的，自己不来，只派了几个心腹的手下前来吊唁。主子，这刘德昭说不定真的是去巡查灾情了。我才不信呢，他肯定不是什么好鸟。主子，奴才有句话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这不是在宫里，这么小心翼翼干嘛？有话只管说。主子，我们出来所遇到的事情，虽无真凭实据，可桩桩件件都很难说跟刘德昭没有干系。这随便挑出一件就够砍他脑袋，如果全都加起来，他有100颗脑袋都不够砍呐。所以，我怕他知道了主子的真实身份，会狗急跳墙，做出大逆不道的事情来。主子，您要是听到什么，看到什么，可千万要忍着，万事等咱们回了宫再计较啊。这山西太原是刘德昭的地盘，咱们确实得小心一点。主子，听说外头饥民在闹事，把整个府衙都包围起来了。走，看看去。你们这群刁民不要命了吗？睁开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！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巡抚衙门军机重地。我告诉你们啊，胆敢硬闯，就按律拿你们下狱。我们都快饿死了，还怕坐牢？快叫刘德昭出来！对呀，出来！易欢呢？他呀，准是仗着自己轻功好，溜进府衙打探消息去了。这个丫头，真是不让人省心。你带人去找找，别出什么意外。好。乡亲们，听我说一句，稍安勿躁。想见刘大人可以，可是今天呀，他出去巡查了，你们围在这儿于事无补嘛。要是再不出来，我们可就冲进去了！对，冲进去，冲进去！老退，我不想活了是吧？老退，我看谁敢上来！给我拦住！老退！嘘，拦住！赶紧扶着我呀！我数1、2、3，开门啊！哎，乡亲们，你们不是要见刘大人吗？刘大人来了！我告诉大家啊，今儿个天没亮，
刘大人就去巡查几个受灾最严重的县，到现在呀，米水未进。大家看看，一脸菜色，啊，都饿瘦了。主子，无论一会儿发生什么事，您都暂且忍着，省得咱们打草惊蛇。父老乡亲们，大家这么急着见本官，是有什么话要对本官说呀？听说皇上有令，灾区的粥棚一天要供应早中晚3次，粥量可以果腹。眼下每日食粥1次不说，粥桶里的粥清的能看见人的影子，有的人的碗里连1粒米都没有啊！就是啊，1粒米都没有，怎么吃啊？有多少人饿死啊？父老乡亲们，我刘德昭，我有愧大家，我愧对大家呀！不瞒诸位，本官现在也是在场工程计呀。皇上调拨下来的赈灾的粮款早已经用尽了，本官为了与民能够同甘共苦，和我的家人是厉行节约呀，每日也是只食1餐呐，而每餐跟大家一样，同样是薄粥1碗呐。本官除了赈灾，每夜也是跪在佛堂之前，祈求老天爷能够开眼，降下甘霖的。可本官实在没有这个本事，奏折向朝廷不知呈送了多少回，可是本官也没有这个本事，让朝廷能够多给我们大家追加一些救灾的粮款。乡亲们呐，我有愧啊！我刘德昭有愧大家，愧对大家呀！难道朝廷真的没有给咱们拨付粮款吗？你看刘大人的脸色，的确像是多日不曾吃饱饭了。咱们那小皇帝一定忙着对付鳌拜去了，哪里还管得了我们的死活？乡亲们啊，我掏去心窝子说句实话，如今朝廷也有朝廷的难处，受灾的不只是咱们山西、山东、直隶、河南、河北，同样是遭受了旱灾呀。想来，这当今的皇上，恐怕也是焦头烂额呀。可是，朝廷难道就眼看着我们老百姓饿死？皇上在紫禁城里，一餐就有几十上百道菜，哪里知道我们老百姓吃糠咽土的苦处啊！唉，哪朝哪代不是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啊！诸位乡亲啊，大家稍安勿躁。现下朝廷正在积极地筹措新的赈灾的粮款，乡亲们，再忍耐忍耐，大家再等一等。虽然本官不才，但是本官要与你们大家一起硬扛着，期盼着、等待着这个老天爷能够给我们开恩垂怜。乡亲们，情况大家都看到了，你们围在这儿没有用啊！刘大人他一双手变不出来粮食，啊，大家呀得同甘共苦，对不对？散了吧，啊，散了吧。乡亲们，刚才我已经吩咐过周鹏了，啊，从本官的府上拿到仅有的几袋粮食，今夜给大家多设几桶粥。大家放心，我呢继续发文催促着朝廷，尽快给大家追加一些救灾的粮款，好吗？你们抬头看看啊，如此炎热的天气，乡亲们，大家都省下气力啊，都散了吧，回去歇着啊！哎，歇着，散了吧，散了吧，散了吧，啊，散了吧。哎呦啊！散了吧，走。
信，这刘德昭上的折子上面写的是8万6，哎，6万8千。韦主子，是68600公顷。啊，对，是这个数字。那受灾人口是？受灾人口是23万4千人。对啊，我让索额图按照每人2两银子1担米的数额发放粮款，还增加了额外应对特殊情况的粮钱，一共是文银50万两，粮食30万担。文心，你的记性很好啊。啊，那日臣妾陪皇上在御书房下棋，皇上突然接到刘德昭的奏折，就随口念了出来，臣妾也就无意间记下了。没想到你还有这过目不忘的本事啊！臣妾别无所长，唯有这巧记之功，还算拿得出手。但愿能为皇上效力。这刘德昭上报的灾情数字，比我此次出巡实地考察的数字多出了1倍。我是按照他上报的数字核发了救灾钱粮，就算他们层层截留，就算他们截留一半，那剩下的钱粮也应该足够灾民们对付到下一个收获季。可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也许刘德昭他们截留了不止一半呢。可我看刘德昭那一脸菜色的样子，可不是我想象中贪婪无度的样子。龙小弟，你上当了。主子，真是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呢。我们悄悄潜入了他的府邸，不去当戏子，真是浪费了他的表演天分。你别急，慢慢说。他一进府，完全变了个人。快，老爷，哎，赶紧坐下，坐下。哎呦，哎，热死老爷了！别站着了，赶紧给摁。哎，热坏了吧？怎么样？这些刁民都散了。散了。哼，这些刁民虽然说是刁嘛，但是也好糊弄。也亏你想得出来，用这菜汁敷面，这效果比我说多少话都管用。见老爷都一脸菜色，那些刁民自然也不好再为难老爷了，这回去埋怨朝廷赈灾不力。想老爷了吧？那是。来，让老爷香一个。哎呦，老爷，这菜汁弄我一脸。这样，我先给老爷洗洗脸啊。洗脸，洗完了脸再香香。这习惯怎么了？我也给你这样。这个刘德昭，连他小老婆房间里都是冰块。哎，据听说他府里的冰窖比他整个府还要大，冬天藏的冰块够他们用整个夏天了。随后，刘德昭把按察使大人、跟布政使大人等几个亲近的官员，还有几个大粮商们召集起来，开了一个会，商议对策。大人，下官已去了书府吊唁，会过了钦差龙大人。他是奉了皇上的密旨，前来调查书剑遇刺一案。钦差龙三来我山西太原府办案，却不来我这知府召会一声。看来这个人也是一个拿枪做事不好相处之人呐。你们以后办事一定要小心，不要让人家抓住咱们什么把柄。大人放心，那钦差只是针对书剑遇刺一案，那义成已经自尽，死无对证，他也奈何不了咱们呢。别的钦差呢，我多少知道点背景，多少呢能够找出点突破口来。唯独这个钦差龙三，我从未听说过。我这心里着实还有些不踏实。大人放心，我等已发动京城的所有关系来打探这个龙大人的背景了。像这种从来没听说过的钦差，多半是寒门出身，说不定啊是从什么偏远的地方提上来的。别看他表面一本正经，其实这个时候正是如饥似渴啊！大不了咱们多破费，把他喂饱了就是了嘛。就是啊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才能喂饱我，看看他到底能出多少价钱。他们这些人在如何对付钦差方面，显然是经验丰富的。他们对于主子的到来有所警惕，但并不十分在意。
很快就转移了话题，开始商讨继续哄抬粮价，用赈灾的粮食再狠捞一笔，同时上旨夸大旱情，向朝廷索要更多的赈灾粮款。对于那些带头闹事的灾民，则派人暗杀。对了，他的小舅子裘贵也在其中，说是圈地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杨槐村那块地，如今已经是刘家的产业了。这样，我要以钦差大臣龙三的名义去见刘德昭，让他放银放粮。主子，您切莫冲动啊！您手里那道圣旨写得清清楚楚的，您来这趟就只是调查舒总兵遇刺一案，可没说让您插手山西的政务啊。而且，刘德昭他们早就把赈灾的粮款从官仓中转移了，到时候他带着主子去空空的粮仓银库转一圈，推说那些粮款早已发放完毕了，主子又能奈何？那我就让他交出已经核发粮款的账册。哎呀，可是主子，您这手里没有圣旨，越权插手地方政务，刘德昭他根本不会买您的账，不可能交出账册来的。刘德昭要伪造账册也容易，到底有多少灾民？这些灾民姓氏名谁，家住何处？难道主子还有功夫一一去查验吗？这样，我们先想办法查出那些赈灾银、赈灾粮存在什么地方，等有了银钱以后，就好逼他发放了。龙小弟，这点我跟大哥早就想好了，而且我们已经查到地方了。真的？我早就说过，在宫里是你罩着我，出了宫可就是我罩着你啦。据说这个刘德昭的小舅子裘贵是太原府最大的粮商，所以一等他们开完会，这个裘贵啊，在城外有一座庄园，庄园里面有10几座粮仓，里面全都是粮食。今年大旱，他的粮仓里面哪来那么多粮食啊？还不都是朝廷调拨的赈灾粮？而且，我们在他的庄园里面还发现了一处银库，库中堆满了白花花的银两，都是5两一锭的官银。你们都不知道，那里面的耗子都比正常的猫大，糟蹋多少粮食啊！那个刘德昭不就是一只硕鼠吗？这样，咱们带着那些灾民到那个裘贵的庄园去，让灾民看到那些赈灾银、赈灾粮，我看刘德昭怎么解释。主子，在这个时候，万万不可与刘德昭发生正面冲突啊！刘德昭敢暗杀那些带头闹事的灾民，我就不信他还敢暗杀我这个钦差大臣龙三不成。皇上，你也知道您现在的身份只是个钦差大臣龙三啊，可是钦差大臣做事情哪有这么鲁莽的？有了事情不先和当地官府通气，反而要带着饥民去闹事，这刘德昭何须再需要借口暗杀？他直接就可以明着调兵遣将，把我们都给镇压了。到时候，他可以以钦差大臣带着灾民闹事的借口，把您押送回京城，说不定半路上他暗中派人假扮盗匪，把主子您给害了。这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啊！是啊，主子，索大人说得对，这太原不比京城，这些地方的官也不比京官，您还是不要抛头露面的好。皇上，主子，其实我们大可以不必露面，只需暗中把消息泄露给灾民即可。是我一时冲动了，虽然我不宜露面，但是我真的很想看看这个刘德昭到底是怎么应付这些灾民的。好吧，包在我身上，保准别人认不出你。
怎么样，龙小弟，还不错吧？我这个易容术啊，超级厉害的。别说那个只在舒家灵堂见过你一面的山西地方官，就算是宫里的太监宫女也认不出来你。这话不假。哎，你真不愧是我的老大呀，记忆就是会的比我多呀。不对，我现在是你爷爷呀。乖孙子，摸摸头。走开！一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就是嘴上没长毛的童子鸡。你这样怎么当我爷爷啊？喏，给你一粒变声丸，保你在12时辰之内改变声音。不过我这个变声丸很贵的，一粒丸差不多得要1两银子。什么？不是1两银子？你还当我是不知柴米油盐的笨皇帝啊？不是你告诉我，他用了什么材料？1两银子值吗？哇，龙小弟变聪明了，都骗不了你了啊！老大，你以后要想当这个仙商啊，难喽。真是个小气的皇帝。不过比起以前大手大脚的样子，我更喜欢你现在这样。真的？真的。舒服吧？舒服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舒婉欣这丫头还挺有能耐，进宫才2个月，摇身一变成了丽嫔娘娘。你这个小蹄子，怎么眼馋了？我有什么可眼馋的？咱们老爷不就是太原府的皇帝？咱们府里吃穿用度可不比那皇宫里差。你这小嘴巴巴的，还挺会说嘛。我告诉你，舒婉欣，人家肯定把这笔账算在老爷我的头上了。他肯定会让这个钦差不断的找老爷我的麻烦。那可怎么办呀？要不咱们还像以前一样，给这个钦差大人送点礼，探探口风。还不是时候。我正在找人探查这个龙三的底细，他刚一来太原，我就上赶着给他送礼，那就会更该引起他的猜疑了。咱们还是静观其变吧。还是老爷想的周到。来，香一个。大人，谁呀？舅老爷庄园那边出事了啊！既然这么说，没有4吨朝廷的赈灾银两，就把庄园里的仓库全都打开，让我们大家瞧一瞧，对不对？对！打开，让我们进去，给我们个说法。那就把庄园里的仓库全都打开，让我们大家瞧一瞧，对不对？打开，打开！吵啊！再接着吵啊！这宅子是我裘贵的私产，你们想进去，凭什么呀？都是一群刁民！哼！你不敢给我们看，那就是心虚。让我们瞧瞧。怎么着？拿着这么几家伙，想反呢？我告诉你们，根据大清的律例，私闯民宅就是强盗，我可以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都给宰了，知道吗？哎，乡亲们，反正我们都快要饿死了。裘贵，你有种就把我们这些灾民全都杀了吧！杀了吧！杀了吧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后退！后退！后退！住手！看见没有？刘大人来了！你们想造反吗？别起了！起什么起？都吵什么？
闪开，闪开！姐夫，姐夫，你可算来了。不能相信他们。官儿说的话都不能信，对眼见为实。记住了啊，都记住了，记住了。他来了，看他有什么要说的。看他怎么说。他带了这么多人，看他怎么说。看他有什么解释。各位父老乡亲，这么晚了，大家来到裘府门外，所为何事啊？刘德昭，你把朝廷拨下来的大批赈灾粮、赈灾银子，通通的转移到了你小舅子的庄园来了，却欺骗我们说朝廷赈灾不利。你这个欺君罔上的骗子！骗子！骗子！吵什么？都吵什么？给我闭嘴！骗子！骗子！你这简直是在造谣！若是引起民变，你吃罪得起吗？你！哼！他说我们造谣。在你小舅子的庄园里，睁着眼睛说瞎话，堆满了粮食和银子，这些全部都是我亲眼看见的。你胡说八道！哪只狗眼看见的？你亲眼看见的？他肯定不。这位老者，难不成你开了天眼了？你可以隔墙视物，又难不成又在胡搅蛮缠？你这臂膀之上生了翅膀，可以飞越过这道院墙，到库中去查看？我跟你说，不要再造谣生事，否则本府即刻拿下。刘德昭，你少吓我！就在1个时辰前，有2个蒙面大侠，带着我们2个年长的灾民，翻过院墙，去庄园里的仓库看了看，里面的粮食堆积如山呐！快看，乡亲们，你们看，这是我刚刚在庄园的仓库里随手抓的粮食。对，我这里的大米也是刘德昭小舅子的庄园里找到的。为什么不给我们粮食？为什么放粮？你怎么解释？怎么解释？乡亲们，我跟你们说，这2个蒙面之人乃是江洋大盗，甚至是前明的余孽。胡说！他们想利用这次旱灾，煽动灾民闹事造反。他们才不是江洋大盗，更不是什么前明余孽，他们是替天行道的大侠。大侠！难道是你，巡抚大人刘德昭？你和你们那帮狼狈为奸的官商们，才是真正的江洋大盗！你们虽然吃着朝廷的俸禄，却上欺君下欺民，你们比那些前明余孽对大清的江山危害更大，祸国殃民。姐夫，好，即使他这院中的仓库之中放着官银官粮，你怎么能说就是朝廷调拨的赈灾之粮呢？这个刘德昭，对呀，你们听着，我裘贵就是这太原府最大的粮商，我的仓库里有粮食，奇怪吗？那也是我花高价从别的地方买来的，与你们何干呀？花钱买来的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你说你这粮食是从外地运来的，那我问你，你是从何处贩来的？是从湖北。湖北。你放屁！这根本就不是湖北大米，而是北方的大米。朝廷调拨的赈灾粮，就全是北方的大米。骗子！别吵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我家里粮食这么多，只有一部分是从湖北买的，其他的
都是北方的大米。你们看这个球鬼，好啊，真能狡辩。那你是何时从北方贩回大米来的呀？就是这个月。你撒谎！北方的大米早就被朝廷征调收购了，北方的粮行根本已无多余的大米用来外销。怎么解释？你是何人？你怎么知道这赈灾之粮，它不是北方大米？你又怎么知道这北方的粮行现在已无米可销？刘大人不必管我是谁。如果你和你的小舅子真的问心无愧的话，不妨打开粮库，让我们大伙看看。对呀，顺便把你们进货的账本都交出来，让我们一一核对。对，打开仓库，打开仓库，交出账本，交出账本。官儿啊，此人身份可疑，找人把他给我盯紧了。是。住口！打开仓库，交出账本。他们要抓你。你放心吧，以我的功夫，他们根本奈何不了我。武林高手就是任性哦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乡亲们！除了粮食，我们还在庄园的一处银库里发现了几十箱白花花的银子。大家看，看，刘大人，我看你和你的小舅子如何解释？姐夫，这个事儿，怎么样？让他说，看他怎么说。你们大家说完了吗？好，说的不错，确实是这园中的仓库确实存放着部分的官银官粮，那是因为这么多年来官府的仓库年久失修，是漏风漏雨啊。故而本府就借用了他裘府的仓库。那就请刘大人开仓赈灾，放银放粮，放银放粮，放银放粮。对，乡亲们，让他放粮，放粮。乡亲们，我跟大家说句实话，这些放在里边的官银官粮，并不是朝廷下拨的赈灾的银两，这些乃是我太原府1万驻军的军粮军饷。他说这乡亲们呐，军粮军饷，岂可煽动啊？刘德昭，你凭什么说这些是军粮啊？我刘德昭乃是山西的巡抚兼兵部侍郎，这山西的军政要务都由我来监管。这些银两的性质，难道我还不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休要再次胡闹，再要胡闹，那就是造反！造反！来人呐，在！将这几个带头闹事的人给我抓起来！是。这个就是在十万，你抓什么？凭什么抓我们？你凭什么抓我们？请把人拿走，大人保护住他。主子，您不能冲动。